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7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日有啥物新闻重点。台中市南屯中道一台吊车的吊管对31层楼悬落来，去焊着大河经过的泽温，造成8个乘客受伤，1人死亡。WHA 利益特别开幕，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任后第3届发声明，呼吁世界卫生组织爱邀请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卫生福利部早起公布4份当初采购 BNT 疫苗的合约，强调讲政府绝对无意识形态来回应过台面的指控。新闻开始来看台中市南屯文心南路瓦近台中泽温丰乐公园站附近一个工地，发生吊车的吊管对厝顶落来，去焊着大河经过的泽温，有8个乘客受伤哦。有一个查某民众互救出来的时，都无喘气咯。没有啦，他那个施工的那个，他不知道什么音架什么倒到整个轨上有没有？对啊，然后那个列车长他距离太近，时间反应都来不及了。对啊。哦，那你当时坐着还站着？坐着。哦，他为什么会受伤啊？就是撞击啊，他东西都那个4分5裂的啊。对监视器的画面哦，会当看到讲吊车的吊管对31层楼悬落来，去焊着当时驶经过的泽温。台中市消防局表示讲，在中昼12点半左右，因接到报案，就赶紧去抢救，有8个民众受伤，大部分拢是轻伤哦。也毋过有一个70岁的查某民众，伫现场救出来时就无喘气咯，送病院嘛救无回来。继续来关心世界卫生大会 WHA 利益特别开幕，咱台湾嘛是阁还未收到邀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是声明讲，呼吁世界卫生组织应该邀请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 WHA。咱国外交部长吴钊燮表示讲，目前搁在拍拼争取哦，嘛希望讲有其他愈侪国家拢来帮台湾站声。另外，美国英国外交部长伫华府会谈，嘛强调台海和平的重要性。世界卫生大会 WHA 日会伫瑞士召开，时间伫要到啊，台湾还未收到邀请函，恐惊连续7年无法度参加。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初九透过声明，表达美国强烈鼓励世卫组织邀请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 WHA 的立场。这嘛是布林肯就任以来第3届发声明支持台湾参与。美国对我们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的这个支持度向来是非常高的。我们跟美国一起也在游说其他的这些理念相近国家，希望今年支持我们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声势能够达到历史空前。吴钊燮强调讲，要在拍拼争取当中，目前友邦的国家嘛有提案协助，希望国际挺台湾的力头愈来愈大。也那布林肯同时间嘛伫华府甲英国外交大臣科维里举行会谈，会后记者会2个人对台海议题表达立场一致。科维里嘛强调讲，英国必须爱对抗中国无适当的行动，台海安全是影响全球的议题。And we have to engage with China directly, whether that be on the maintenance of peace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which of course is something which affects all of us when it comes to key issues like ensuring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s well as looking for ways to cooperate with China where we can work together to solve big challenges. 台湾议题受到国际关注，对台湾立场友善的前英国首相德拉斯16会访问台湾，拜会政府高层，嘛会发表演说。德拉斯发声明表示，台湾是自由民主的灯塔。面对北京政权愈来愈强势、愈来愈唱手的行为甲言论，以及台当亲身访问台湾，甲台湾人民团结徛做伙。这嘛是伫个采取的夫人了后，经过27年，搁一届有英国的前首相来访问台湾。记者综合报道。台南一个3岁查某囡仔甲妈妈过车路，结果去互车弄死。台南市警察局今仔开始启动路口安全大执法1个月。早起伫这个车祸的地点2点钟内就开出6张无让行人的罚单哦。交通部长王国材嘛表示讲，伊对于发生这款代志感觉真亏欠，伊要求各县市先调整实地路口行人专用的号志，要求一段时间双向的车哦拢先停落来，互行人先过车路。
台南市警方车10早起咧抓无让过路人，地点就伫一个查甫囡仔，互人弄死的路仔口。2点钟内，有关是抓到6件违规，所以来要进行1个月交通大执法。在12个路口派出警力，同时大执法。我们的执法项目就是针对未礼让行人的部分加强执法。前几日一个查某囡仔行伫咧过路线，煞互人弄死，引发全国关注。台南市长黄伟德表示，紧急要比照酒驾累犯，公布高风险驾驶的名声甲相片，毋过是引发民众无共看法。那民团是更较要义，市府到底敢有心要改善交通安全？每一次只要死人的时候，然后呢就要来个大执法，累死警察，不然就是要公布什么照片。那我们之后穿越马路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看一下那个照片，是不是这个人是高风险驾驶？要增加行人专用的号志，然后等行人都走完再换车子。正对面我指的这个方向才是真正行穿线应该要通过的地方，因为你只要有庇护岛，的话，车子转弯就不会撞到人。交通部长王国材嘛表示，对意外感觉心内袂得过，已经要求全台各县市爱调整过路人专用的车红灯，互双向的车辆拢停落来，让人先行过大路，确保安全。当行人是绿灯的时候，所有的车辆都是红灯，让它能够安全的通过不要因为左右转因为跟你抢这个路权撞到。王国材进一步表示，中央甲地方会继续推动交通安全，即马嘛要求要赶紧改善，交通部会随时来掌握状况。记者综合报道。疫情等候，各国拢开始拼观光哦。咱国内旅游业者已经几啊摆呼吁政府开放中国旅客来台湾观光。今仔日立法院的交通委员会就邀请交通部甲陆委会，针对小三通常态化甲开放两化观光来进行专案报告。陆委会甲交通部拢强调讲，台湾政府是欢迎中国观光客，这立场无改变哦。也毋过嘛需要符合双方对等的原则。疫情等候，各国开放边境，积极拼观光。咱国政府嘛定出今年要拼600万观光客来台湾旅游的目标。不过目前离这个目标也有真大的一段距离。600万是低标哦。我刚才现在是175万了，到昨天175万。我讲是1到4月162。我知道，意思是说，如果按照这种比例、这种进度，你到年底是没有办法到600万。为着要拼观光，国内旅游业者嘛几啊届呼吁。希望政府开放中国旅客来台湾观光。拜三立法院交通委员会邀请交通部甲陆委会，针对小三通全面常态化、开放两化观光交流进行专案报告。陆委会甲交通部拢强调讲，台湾政府欢迎中国观光客立场无改变，不过嘛需要兼顾双方对等的原则。所以现在还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个时间表。这个部分我尊重，在这个陆委会。你尊重陆委会还是尊重大小姐？陆委会啊，我不是，我想陆委会的确在两岸里面有对等下，我们自己去喊说，哎，我来开放，对方不理。其实部长本席真的很无奈啦，因为拼观光不是只是口号，也不要用政治意识形态。针对国际旅客来台湾观光的人次，一直拢无啥进展。有立委嘛批评讲，台湾甚至还阁输入人口，敢若有台湾1/3的新加坡，要求交通部爱检讨。交通部长王国材回应讲，台湾有真侪景点。政府对增加来台湾观光人次的问题是保持乐观的态度。记者林小凯台北采访报道。再来看，要争取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提名的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伊指控讲，民进党政府要买 BNT 疫苗的时，就是因为坚持要用独立的台湾政府来签约，才买无成。卫生福利部昨暝就发声明反驳，早起搁再开记者会，嘛公布4份当初采购的合约文件，来证明讲当初甲 BNT 的合约代表方是写卫生福利部一关署，绝对是无意识形态，嘛强调讲真相是袂当互抹黑。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初九暗时伫面车指控前总统府秘书长李大为为总统蔡文团会，要求郭台铭唔通买 BNT 疫苗，暗过互总统府反驳无主动疫苗采购。郭台铭初10早起参加英联基金会活动时阵表示，民进党内部有人动疫苗。我得到的消息，民进党内部有不同的派系，有不同的意见。最后是赞成跟反对的，最后听说是最大的派系赢了，所以这个
我认为李大为他也是传达命令吧。我们绝对没有挡疫苗，而且是帮忙去取得疫苗。那另一方面，挡疫苗是我们被挡。因为郭台铭表示 ，BNT 采购要破局，是因为政府采购协议坚持用独立台湾政府的名号。卫福部7早起大动作开记者会澄清，各用多卡还原疫苗采购过程，各第一摆公布4份采购合约原文文件，强调真相只有一个。当初甲 BNT 签合约的签署代表是卫福部疾管署，绝对无意识形态。是我具名，是卫福部疾管署的署长，我是代表中华民国挂号台湾的这个政府来签署的。如果要用个人或公司或法人的名义去购买疫苗，在这疫情期间，事实上是没有办法的，因为有很多相关的免责的规定，必须由国家来承担，所以一定是由政府来购买。卫福部指出，当初甲 BNT 签约最后阶段时阵，对方要求咱删除中文新闻稿内容5个2字，隔天咱就调整做台湾了后，都无消息。对此感觉真遗憾。不过对鸿海台积电甲组织基金会3团体愿意关疫苗照顾个人健康，也是非常感谢。记者综合报道。好事国进口的冷冻鱼有 A 型肝炎病毒的感染哦。早起消署嘛开记者会，佮再说明，讲目前已经有5例可能的病例，因伫发病之前拢捌食过好事多的冷冻鱼，也毋过加载哦，检验的结果拢是阴性，嘛继续监测到6月底。我们以后其实就会先一开始通知业者说你有不合格的时候，那也同步就问他你要不要做复验。他如果比较早就反映不做复验了，其实我们可以提早1周，那就可以来做这个公布的一个步骤。所以我想相关的这一些作为，我们都会让所有的资讯是可以更快速。疾管署统计，今年初到5月初10，咱国内计共是有32例本土的 A 型肝炎的病例哦。医调的结果是显示讲，这32例拢无人捌食过好事多的冷冻鱼，也毋过会阁继续监测到6月底，买来设一个 A 型肝炎的专区，互民众查询。消保处的消保官王德明是表示讲，目前因是接到32件的申诉，将对赔偿的条件望讲好事多上班明仔载得当来提供赔偿的方案，嘛无排除讲会伫高雄甲台北为消费者来拍团体诉讼，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再来看咱国的外汇存底哦，已经超过5600亿美金，规模是全球第4大。有立委就提案讲要修中央银行法，主张讲提拨外汇存底的10%来成立主权基金，以保守稳健的模式长期来布局。有学者嘛建议讲哦，若是无法度成立主权基金，会当来发展类主权基金，部分的资金来自政府，部分向民间来募集。未来哦，嘛当成立专法来监管。民众党立委提案要修中央银行法，希望提拨外汇存底10%，成立主权基金。那 GIC 呢，不像代码型，它也是追求超越通膨的实质报酬率，调整风险偏保守而相对的稳健。另外，立委认为讲，各国成立主权基金，资金的来源无完全拢是为中央银行外汇存底来的。央行的任务呢，促进金融稳定，健全银行业务，维护对内对外的币值稳定，应该在全球范围下协助台湾的经济发展。立法院财委会召开公听会，头一届就台湾敢爱参考别国设立国家主权基金来进行讨论，透过有春秋的投资，提高外汇存的钱，增加国库的收入。不过，中央银行警告，台湾不是 IMF 的会员国，应该要有更加充分的外汇存底。2008年金融海啸，都是因为咱国外汇存底有够量伤，才有法度挡过迄波金融风暴。淡马锡呢，就是买了比特币，结果他亏了。如果说中央银行买比特币的话，那还得了？不过，有学者表示，无一定拢爱完全绑伫主权基金，类主权基金买盈利。政府49，民间51，由民间主导，政府来监督董事会，叫类主权基金一个专法，让它可以独立于央行之外。央行如果要参与，大概可以把少部分的外汇存底拿来投资。台湾敢爱参考别个国家成立国家主权基金？中央银行认为讲，要由政府整体考虑，主要是台湾敢有亲像石油收入、稳定财政存的钱等等的条件。
也若劳保、劳退、国民基金、甲退抚基金，虽然无主权基金的名，其实已经有主权基金的事实啦。记者综合报道。前一阵新地风采520建案的附近路绑起一台特斯拉飞条，工地附近已经发生连续5起的崩路了。附近的民众组成自救会，因早起去检察院定情，望讲委员会使来调查，看敢有官商斗空哦。有立委指出讲，这前方弹劾的前县政府环保局代理局长陆路失成哦。伊任内就是负责处理风采520，立委呼吁地检署应该爱主动侦办。民众居住安全谁来顾？批评新竹县政府无注重连续天坑落空，当地住户真无奈。新竹风采520建案边的路进前爆发出崩落真大坑，已经连续5摆的工事崩落。新竹县政府已经要求立即停工。不二个，风采520对原先的13层楼百货公司，经历第一遍变更设计改造35层楼，通过宽屏了后，煞搁我改造32层楼，互人要求是咧规避宽屏。建商在2月16日开了复工说明会，有提到要全区做地质改良，重新施工没几个月后，就是各位看到的特斯拉掉到竹北天坑的大事件。自救会表示，想要鉴定当地的地质，煞无任何专家愿意协助，要求政治的势力介入，所以伫初10去检察院交定情书，爱监委彻底调查是毋是有官商勾结。另外，前县府环保局代理局长罗树成啉花酒，互人弹劾。立委嘛，逼空讲，罗树成伫任内处理风采520宽屏。要求检调爱调查，明明是一个规避环评，这非常清楚的一个建案，你可以差20公分，然后没有120公尺，然后就不用做环评来把它撤掉，是不是有像之前的另案一样，有女陪侍代理局长罗世成经手的环评案件，包括本案大坑洞在那边，然后每年呢台风过后呢，都只会积水，它就只有抽积水，没有工地的养护。更没有做出水土保持。针对天坑事故，是不是会当事先预防发生？台北市公所回应，根据目前的资料初步研判，建商所提供的安全监测系统观测报告，伫个安全值的范围内。我们从上述的一个监测报告的数据是也没有办法预判说地基坍塌的可能。公所表示，并无收到建商通知任何有各样的状况，外界关心落坑的原因，就要等待检测报告出炉。记者综合报道。这礼拜日是母亲节，台北市医师职业工会早起表示讲，卫生福利部进行公告的病医评鉴标准既然甲有新的医师袂当伫暗时甲透早工作的规范提掉，是牺牲医师妈妈的权益。也毋过，卫生福利部是表示讲，评鉴的标准包括职业安全卫生法所有的规定，嘛包括有新的医师对医师权益的保障是如何全面。大家好。新冠疫情过一段落，病医评鉴上紧要伫个5月就开始。不二个照进前卫福部公布的评鉴标准，原先对有新的医师所规范的，袂当伫暗时10点到透早6点的时间来工作，煞互汰掉。但大部分怀孕女士都会觉得，就是身体就是比在平常没有怀孕的时候是更为虚弱，这样即使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工作，她还是会觉得更累。这就是为什么基于母性保护会需要，就是让怀孕的女士就是夜间不要值班。巴肚大海还要过来值大夜班，工会咧想讲这是替医师妈妈的权益来开刀。妇女心智基金会讲，掠伫个健康角度来看，无论是性别有新也是无，原则上拢应该爱尽量来避免伫个夜间工作甲轮班工作。卫福部替大法官的释宪来做查证牌，甲某性保护的相关评鉴条文甲汰掉，这是错误的理解。卫福部今天提出一个理由，说是因为劳动部这个依大法官的这个释宪案，所以他提出修法，所以卫福部跟着删掉。那我们其实不知道卫福部到底是跟到哪里去了，就是他是不是没有仔细看劳动部提出的草案条文？雇主要依照这个劳工的这个健康的情形，订一个计划来维护他们的健康，必要的时候也进行这个工作的调整，都做好这个记录，以备于我们在进行医院评鉴的时候进行查核。卫福部回应讲，
有考虑到部分医师纳入劳基法，不过一部分还未纳入，所以伫个医疗法专章出炉进前，先把职业安全卫生法甲放入去评鉴规准内底，通更较全面性来保障医师的权益，其中嘛包含有新的医师。记者综合报道。疫情解封，边境开放，近期大大回温哦，也毋过饭店甲餐厅拢真欠人。高雄餐旅大学一档有上千个毕业生，今仔早起学校办就业博览会，到140间公司拢来抢人，现场是提供3000外块。学生伫11个单位和业者面试，以培育观光餐饮人才为主的高雄餐旅大学，10号早起举办就业博览会，超过140间业者来征才，其中还有几60间有名的饭店，计共开出超过3600个课，凸显关旅产业欠工，还有抢人才的状况。提供了我们大概有3000多个职缺的位置，所以平均来讲，也就是说我们学生呢，大概一个人有3个以上的职缺可以去做选择。其实还蛮好找啦，因为我们学校有合作，所以就是你要找什么工作就比较简单。业者着急咧找人才，因为这2年疫情调到解封，原本落这关旅产业佫渐渐兴起来。不过因为无薪假、裁员等因素流失的人才，早就已经做别道啊。为着要解决欠工，有业者就提出较好的薪水或者是福利来抢人，也有业者早就锁定和餐饮学校做3学合作。同学可以在就学的这期间学到很多关于餐饮的相关知识，那可以就是一毕业的时候，可以直接跟业界去做一个接轨。满90天，工作满90天以后，我们正式的同仁，我们立即就享有全球君悦酒店12个晚上免费住房的这个机会。事实上，不是干那关旅产业有欠工的问题，劳动立法典署也讲，目前各产业都有欠工的状况。为此，劳动部等单位也举办真侪场征才活动。高雄餐旅大学也呼吁业者会当加了解新世代少年人的想法，提出适合的条件来请人才，才会当创造双赢。记者高雄报道。今仔早起有劳工团体去桃园市政府头前，针对桃园客运清洁队和航空公司的乱象提出抗议，因要求市长张善当中神经应该出来面对。市政府的回应嘛，互劳工团体真不满哦，抗议的场面是真混乱。航空长期无力处理，清洁队出事一开口，张善政出来面对。要求市长张善政出来面对70透早桃园市产业总工会、清洁队员权益促进会、长营航空工会一家人到桃园市府头前，针对桃园客运经营乱，影响员工路权，也反对清洁队提早测试开工，也有长勤企业工会负责基层员工集会3大诉求进行抗议。我们非常多的劳工朋友反映的问题，它已经不是只有劳动局的问题了，它还跨局诉到我们的交通局，还有我们的环保局。劳团表示，通客运经营有问题，有驾驶员工作爱国大户有钱，互真侪人做袂落去，甚至佫表出停驶学生专车争议，影响5000个学生权益，也讲到清洁队劳资争议一直无得到解决。另外，长勤企业工会议员负责150个基层员工集会，要求劳动局要马上处理违法的问题。我们也针对于司机的薪资的部分，还有适度的补助。那另外学生专车的部分，我想，我们已经是跟交通局跟教育局的部分，已经找桃园客运这边在做协调。我们在做任何政策的时候，我们都是以双赢的方式来进行。我们希望我们的市民，还有我们大队以及我们自己的清洁队员这个部分的福利，我们都有兼顾哈。在前个月的时候，也有发文给这个长勤工会哈，那原则上是要求工会必须要让所有的人入会之后才能够召开这个会员代表大会这样。现场劳工团体不办市府单位回应，认为无达到劳工诉求。环保局针对高城清洁队员反对测试工作发出澄清说明。市府环保局甲环境清洁稽查大队3大企业工会，拢伫4月底发表声明表示，考产总并是由清洁队员组成，调查结果无法度代表清洁队员意向。劳动局也表示，针对长勤工会议员有员工无法度集会，已经甲法院故中申请解散工会。记者综合报道。动保法的修法敢要禁止夜市啊、互鱼啊咧，引起真侪争议。早起农委会主委陈吉仲直直反映指出讲，这届的修法是先以去年动物优先哦，针对有共识的部分先来推动。也毋过有立委是认为保护动物政策应该一致。
农委会有个动保法修法，加强动物管理，佮有虐待伤害。动保团体原本已准互鱼仔嘛会禁止，但农委会解释定管哺乳类、鱼仔等其他动物无伫限制范围内底。对此，会再到立法院经济委员会报告的主委陈吉仲重申这个方向。确认就是针对哺乳类动物，那我们就是往这个方向。那有共识，我们就优先推动；那如果有争议，我们就会保留。不过，执政党立委认为，动物保护政策逻辑应该是爱相像的。夜市的商人啦，对夜市的摊贩缺乏沟通，我认为可以听取一下他们的意见，但是在政策面上面，我是觉得政府的执法政策逻辑还是应该要一致化。这个动保法修正，佮真正统一产业管理、动检管、执法赋权，佮强化主人的责任。其中针对民间狗仔场有爱爸爱妈大量来饲狗仔，嘛要纳管。养50只以上的犬只的这一些的所谓的非营利组织的，可以陆续的这个纳管。农委会指出，民间狗仔场传出照顾不当、狗仔死亡的案件是一直拢有，才会要求一定规模的饲养人爱取得登记证。动保行政监督联盟秘书长何忠勋表示，纳管的立意良善，但50只标准依然需要讨论。伊认为，不管饲几只，拢应该符合动物福利。不过，伊嘛烦恼，这个规定一出来，恐惊会引发饲的人无必要的惊吓，尚无乐见因为惊吓来发生弃养动物的情形。记者林夏基文台北报道。校园食安的问题阁未少，早起有立委甲民间团体就呼吁讲，教育部应该赶紧来推动营养午餐政策，提升学校营养午餐的品质，让家长会当放心。学校营养午餐常常传出食安的问题。根据食药署2022年的统计，全台湾食物中毒的事件有1/3是发生在学校，1600多的学生受害。若是食安，家长平常时也会关心囡仔食了敢好，敢有营养。原本才550位左右，已经增加了不少人。可是呢，这样子的话，是全台湾的国中小学只有19% 的学校有营养师。营养师专联会讲，加上偏乡的专案，全台湾目前是大约630位营养师，无到19趴的学校有营养师，真侪学校是校园的护理师来做营养午餐的秘书。迟迟没有中央层级的法律能够来让我们全国22个县市在相关的这个条件上面做出合宜的规定。民团推动营养教育甲食农教育，希望会当有营养午餐的专法，包括全国22个县市提供180万的学生中到等。就连食品业者嘛支持设立专法接受列管。22县市有22种做法，甚至到每一个县市之后有100所学校，可能有50种做法都不一样。其实，这个民办民营的业者在供餐上要有很强的能力。国教署专委邱秋贤表示，108年要提出版本，但是也有真侪需要讨论，才会伫民国81年的6月来推动偏乡学校中央厨房计划，希望透过计划将经验变做未来立法的参考。不过，立委范云讲已经提出2个版本，会安排公听会甲委员会的顺达来加速推动。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美国前总统川普被指控涉嫌性侵害专栏作家卡洛尔的案件，纽约法院的陪审团暂时驳回性侵害的指控，也毋过判川普爱针对性虐待、甲诽谤罪名赔偿500万的美金，差不多是1亿5000万的台票。川普嘛伫网络抛文指控这判决无公平，川普的律师嘛表示讲，因会阁提出上诉。76岁美国前总统川普被控涉嫌伫1996年曼哈顿一间百货公司刺杀间性侵流行杂志专栏作家卡洛尔。陪审团伫初九宣判，川普伫性虐待甲诽谤的罪名成立，爱赔偿500万美金。另外，性侵部分因为无到法定性侵程度被驳回。79岁卡洛尔行出法庭时阵无讲话，个笑眯眯。伊透过声明指出，真相总算清楚。川普代表律师是讲，判决结果互人感觉真奇怪。You know, it was strange. Part of me was obviously very happy that Donald Trump was not branded a rapist. I didn't think there should be any liability findings, so we'll pursue it. We'll pursue that. 川普透过社群写几篇文章控诉审判不公平，甲判决结果真不足人，佮批评美国司法体制。进前也针对总统大选议题批评民主党是假信息党，讲家己最后会胜过拜登。
川普第2021年底宣布过竞选美国总统，伊涉嫌真济件刑事诉讼，是美国史上第一位面临刑事官司的前总统。根据便利社甲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报道，虽川普官司定审，不过核心的支持者依然唔改变立场。4月川普为风吹的费用案件出庭了后，民调无共反倒拉提悬，找到民事诉讼判决。川普唔免坐家，也加深支持者认为川普是司法受害者的印象。后续是不是影响川普的选情，要观察。高盛员工提出的薪水甲风险承平集体诉讼案，高盛集团甲原告伫七月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会付2.15亿美金，核心代表66亿和解金，结束12年的诉讼案件。差不多2800个伫高盛银行投资管理甲证券部门担任助理甲副总裁职务的女员工，伫2010年提出这场性别歧视集体诉讼，原本6月份伫纽约审理，伫高盛同意付和解金甲证实性别薪水差距工作表现评估的改善条件了后，宣告结束。公司新闻张淑芬报道。再来看巴基斯坦前总理伊姆兰汗，将因为贪污案轰抓起来，全国各地支持者上街头抗议，嘛甲警方发生冲突，造成1个人死亡。巴基斯坦第一大城克拉兹，数百个前总理伊姆兰汗支持者真上去冲到街路放火烧卡车，向警方拍照头，互警方用催泪瓦斯反制。西北部都市白沙瓦、西北都市奎达拢有街头暴动。进前伫首都伊斯兰马巴德安全部队政治高等法院将前总理伊姆兰汗抓起来，理由是涉嫌贪腐。आज जब बायोमेट्रिक के लिए वो गए तो उन्होंने कोर्ट प्रीमिसेस के अंदर खान साहब को अरेस्ट किया, उनके सर पे डंडा मारा और उनको ऐसी कुछ चीज़ उनको स्प्रे मारी गई, लेकिन वो उसके बाद उनको गाड़ी में डाला。伊姆兰汗所属的巴基斯坦正义运动党呼吁群众爱领证，佮表示这摆逮捕是非法，违反政治规范也无进度。当局警告伊斯兰汗支持者若继续抗争，会采取严厉手段。लेकिन ये गिरफ्तारी जो है ये जो अल कादर ट्रस्ट के नाम से केस है उस हवाले से उस इंक्वायरी और उस मुकदमे में जो है वो की गई है。板球名车出身的伊姆兰汗，目前国家摕板球世界杯冠军，被看作是民族英雄。后来行政治路，成立巴基斯坦正义运动党，当选国民议会议员。佮伫2018年做总理，不过5年任期还未做满，去年4月互国会罢脱。伊近来非法被外边送互国家礼物，隐瞒家己资产，这指控超过100件，贪腐只是其中一项。巴基斯坦11月大选若相关案件被定罪，伊姆兰汗免阁担任公职，也面临生涯重大失败。公司新闻恩文玲报道。乌俄战争已经战超过400多天了，又搁传出讲有一个新闻记者不幸过往，是一个法新社的记者索尔丁。伊昨伫乌克兰东部巴赫姆特附近的采访，互火箭炮弹到。伊今年才32岁尔。另外，美国国防部昨晚宣布讲，要搁再提供乌克兰370亿大票的军事援助。不幸顺一个法新社记者索尔丁，找到下晡4点左右，伫乌东的巴赫姆特附近，互俄军火箭炮攻击，当场死亡，享年32岁。法新社其他4个成员拢无受伤，包含法新社官方甲法国总统马克龙甲美国白宫拢发推文表示哀悼。另外，巴赫姆特的战局继续伫当地作战的俄国佣兵组织瓦格纳兵团。团长普里戈金找到继续要求莫斯科赶紧补给所需要弹药。Будет боеприпасов, то мы уйдем с позиции и зададим вопрос все-таки, кто родине изменяет. Видимо, тот, кто подписывал. 相对俄军伫前线弹药补给出现问题，美国国防部初九时宣布，会个军援乌克兰12亿美金，核心台票将近370亿。这摆援助会包含各种的防空弹药、无人机、大炮等各种的武器。这是俄乌战争了后，美方对乌克兰进行的第38摆军援，总金额已经付1.13兆的新台票。Дякую президенту Байдену, Конгресу, обом партіям та кожній американській родині за незмінну підтримку і за американську силу, яка додає нам міцності.
5月初9原本是乌克兰甲俄国纪念之前打败德国纳粹胜利日，不过为显示俄国侵略，就甲纳粹同款。泽伦斯基已经通知国会将胜利日提前到5月初8。5月初9是定做欧洲日。欧盟主席冯德莱恩初9也个访问基辅。俄国总统普廷初9伫莫斯科红场发表胜利日演讲，批评西方国家散布恐吓症，对俄国发起真正战争。乌克兰是沦为西方政权的前进。Именно в этом причина катастрофы, которую переживает сейчас украинский народ. Он стал заложнико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переворота и сложившегося на его базе преступного режима его западных хозяев. 虽然普廷演讲当中，俄罗参战的俄军拢是英雄，也夸口最后会摕到胜利。不过今年红场阅兵阵容当中，无看到以前现代战车身影，也透露俄军伫乌克兰战场顶悬损失是真惨重。公视新闻警员庆编辑。过来消息来看，台东有一座真罕见的天然泉水的游泳池，因为最近这几冬科化，所以水是愈来愈少，嘛已经无法度收水了。市政府按什么转型做农业区？这座已经有90年历史的天然的游泳池可能就会消失，互市民是真关心。有90年历史的台东市永泉收水池，因为人甲鱼仔做伙收水的景象，这是全国高一个天然的收水池。不过这几年科换。这个水位嘛一直降低，要收水变甲真困难，将要变做大型的鱼池啊！台东市公所想要让这个永泉池转型做露营区，这个想法是引起真侪市民的讨论。我感觉啦，不用白白啊，较水，变个精力的。你要去改善这个泳池的东西啊，不是说你要做录影器啊。台东市民代表会初十做市政质询，嘛有市民代表提议讲，不如改做亲水的共用式游戏公园，市民都唔免去外县市，才有通好耍。台东市公所表示，目前敢若规划嘛未废除收水池，敢若是要增加露营的空间，活化利用。我们并没有要废除，我们是增设一个露营区，增设一个露营区大概会有30顶帐篷左右。台东非常缺乏公共式公园，又可以发展出自己独立特色的这个时候，我认为我们是很迫切需要的哦。台东市公所强调讲，还佫伫咧争取露营区的用地，不过要是动用市公所的预算，持续来挖地下水，若是有找到新的水脉，就会抽水去永泉池，继续提供市民收水。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仔透早2点外，新北市永和复兴街有徛架火烧，造成1个人死亡，1个人受伤哦。厝边是讲伫倒火进前，因有听到亲像男女朋友伫冤家。消防人员嘛无排除讲是有人故意放火，起火原因爱个调查。厝顶破一空真大空，火是一直冲出来。这间人家厝常发生火灾，厝边头尾是拢惊一条。消防人员接到通报了后，去现场布水线拍火。有一个查甫人规身属是昏甲乌乌，红用软胶卷出来送病院。行下底是全人。有厝边讲，伫倒火进前，有听到隔壁男女朋友伫冤家。看到里面哇，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的时候，突一下子，没有几秒钟就火起来了。我报纸都闻到那个味道，烧的味道，但是不知道是哪里烧。有听到嘿嘿叫了，但是是不是在讲什么不晓得啦。火灾发生伫咧新北市永和复兴街，这间徛家带一口罩6个人，甲厝主因孙的查某朋友，早早盘点过2点外向导火，消防员伫8点钟来甲火拍花，甲5个人救出来。厝主因孙是家己走出来，正手有烧着伤，不过因查某朋友是当场就无性命现象，送病院去救，要是不幸救无回来。燃烧的面积大概是20平方公尺。那在这个燃烧之前，大概有听到男生跟女生的一个争吵的一个事件。现在火调科目前是在朝向是不是有纵火的一个状况在做调查。火调人员早起去火灾现场采证。导火所在初步检判是伫咧2楼甲3楼之间，因为发生火灾进前有情况哪像伫冤家，目前无排除是有人去放火，不过详细原因要等火灾调查来厘清。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县落水溪沿岸高坎地过去因为发电无法度设电火条啊，所以农民只好用发电机来引产，成本是真悬。经济部水利署已经修法通过，即马开始农民去公所登记，第4河川局审查通过，农民就当去向台电来申请用电咯。
大家特殊的稻啊，需要大量的水来灌溉。不过，为伫婚林落水溪沿岸的高滩地，过去因为法令的关系，农民无法度申请设置电火条来供电。当年以来，敢若会当用柴油发电机发电，增加袂少建筑成本。拄着就只用铁牛啊、磅油啊，吼铁牛啊，尔无电就是铁牛啊、磅油啊，油贵即么贵啊！你若像即款啊，报贵了吼，磅就用4、5千块啦，电油钱哦，安尼你电较省啦。真侪伫高滩地种植的农民来到婚林县政府顶前，表示伫高滩地用电限制严格，希望会当放弃用电限制。县府就第4号全局台电等单位建议，4号局表示，去年8月中央已经放令申请电火条审核原则，即马只要是合法包括高滩地的农民，遵守4大原则，就通向4号局公所申请设置电火条。是4.6公尺啦，差不多一站半的楼仔厝，遮尔悬的电条，就上下骹一条电线，离咱的计划洪水位的像迄个桃枝风灾迄个桃枝台风迄种水位啊，迄种水位来的时阵，也佫会使离60公分，安尼你就有条件会使采啊。不过，第4号全局同意设置高滩地电火条了后，相关的设置收费嘛，互农民头疼。婚林县政府嘛咧建议，电火条外线费用由县府甲台电分担，来煞由农民家己负担，减轻农民设置电火条的经济压力。记者王伟雄，婚林报道。花莲港的观光墟市已经真久了，花莲县政府按说要伫北平来起第2期的观光墟市。也毋过，因为新的地点附近的海风是真透，民众嘛真烦恼，讲起好有可能会个变做是蚊仔馆。这是花莲港的观光墟市，为民国84年起了后，以前是民众上爱去食海鲜的所在，即马铁片出老久，环境垃圾，人潮消息合约第1年已经到期，但环拢希望有新的气象。就是可以整合的比较干净漂亮一点啊，就现在这样太老旧了。为找新的地点，县府伫2019年伫向阳广场北边起一个 L 型的白色建筑以及工程，不过空间上下这问题，大环无愿意搬去。本来是要盖一个么字形的，后来县府他们盖 L 型的，大家就抱怨连连，就变成说你之前跟我们讲的跟说明会讲的都是白讲。2012年，县府国开2630万打造自己建设，结合一地工程提悬观光墟市的功能。不过因为海风侵蚀严重，边早期起的各部商城受损严重，民众烦恼未来新的观光墟市是不是会够正做拍远？要检讨的面向应该很多了，那就是看说这一次2期新建了之后，看能不能有更好的积极性的作为，让它能够活化起来。县府表示，新的观光墟市自己工程伫明年5月完工，有22个单位配合一体空间整并做7个大营运空间，有64个停车位甲采光大浓度。我们这边县政府也会积极的去做招商引资的部分，包括像这个空间，除了像是我们的渔货市集之外，可以像是一个美食空间。县长徐正伟强调，顺海商城会伫7月征收完，未来2期工程结束了后，会结合咧争取起的海事馆集体规划，互花莲观光墟市应符合现代化要求。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有人举6岁的鸡仔出现伫台北欧洲学校的门口口，以色列甲欧盟驻台湾的相关单位嘛已经有注意到这个现象哦，有表达关心。咱国外交部嘛呼吁民众要爱尊重无同国家人民的感受。最近佫出现有人摕6岁鸡仔出现伫台北欧洲学校门口，也是伫大批家长等咧接送学童的时阵，网络顶也出现几啊个毋是学校官方入面的面册，用符号斗成的6岁符号。以色列甲欧盟驻台机构拢表达关切，外交部也呼吁咱国民众爱尊重各国人民感受。And I really hope that the relevant authorities in Taiwan will find a way to remove these insulting symbols off the street. 再次吁请国人务必遵守文明世界的规范，尊重各国人民的感受以及各族群的不同立场。2016年，新北市公园高中学生穿6岁军服，举6岁鸡仔，缀伫装修改造的战车市场，就是趣味的变装，引起各界谴责。
过去也包有几啊件学立检纳粹争议事件。2006年有规定学生组织宣传纳粹主义。2011年3名学生穿纳粹军服参加国防部首期战斗营。2013年有反动人士穿纳粹军服参加反同志游行等等。学者表示，纳粹大屠杀唔仅针对犹太人，也有非犹太群体，像波兰人、苏联平民、甲政府、同性恋者、心性障碍者等，总受害人数可能超过1000万，是欧洲历史上真悲伤的记忆。我们对欧洲的历史毕竟有一些距离，有一些隔阂，所以说有可能理解性会不够。欧洲人也可能对于2次大战东亚战场，或者又像是对于台湾的一些过去，像228事件或其他的事情，可能也不那么了解。民主国家保障言论自由，英国学者认为，咱国民将对部分符合伫其他国家代表的负面意义甲背后历史的悲伤，可能因为无够理解而被用。相关议题爱搁较谨慎。外交部表示，蔡总统连3年出席国际大屠杀纪念日相关活动，毋望病毒收分心态，展现对无共文化、宗教甲族群的同理心。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基隆市由3月开始推出一种青底白顺的过路线，看起来较野白，望讲互民众过车路会当较安全哦。也毋过，这款新的过路线是比一般贵3倍，所以目前只有学校基隆庙口部分的路口先来试用。基隆市安乐区建德国小边仔的路口有这种青色底的斑马线，平一般的黑白斑马线，看起来是较显目。这是基隆市为3月开始推行的青色斑马线，互行路人较好，互人看到。绿色的哦，咱再看，人可以去注意到了。它不会是整个就是像柏油路的颜色。然后小朋友比较看得见尤其是夜间它的视觉效果是非常好。我们驾驶朋友在比较远的地方就可以看到绿色斑马线里面混有所谓的玻璃珠那在夜间的时候，它会所谓的反光就是会提醒这个地方会比较显目。现主时基隆市成为学校附近加基隆庙口这块重要路口新施行，不过这款斑马线也互民众烦恼，平一般的斑马线敢会较骨。会减速，用路人安全，可是问题如果说是像骑车族的话，可能就比较没有那么理想。有色彩的斑马线伫日本、欧美国家拢有咧使用。台湾自2017年开始，也有关系陆续推动。基隆市政府表示，伫设计的时也有调整成分，和安全性比法规的标准更较悬。本正是50，基本上90、65所以基本上奥多拜伫顶悬徛袂讲有骨的方面啦。不过基隆市政府表示，这款青色的斑马线比一般的黑白斑马线的价效是贵3倍。在经费有限的状况之下，已经向中央争取经费，后半年希望会当全面规划，互更较侪路口通实行。记者郭文定随基隆报道。来看日本一个唐炭系退休的教授巴田根吉，伊捌来台湾收集一寡唐炭的标本哦，甲台湾真有缘。伊即几档嘛捐予中兴大学超过2万件的标本，学校今仔是颁予伊感谢状。摕到家己博士论文的标本，介绍日本和台湾的金句有啥物无同？日本已经80岁名古屋女子大学的退休教授八田金杰，因为来过台湾的南投掠唐炭，意外发现到中兴大学将唐炭的标本保存甲真好，所以决定将伊一生的收藏拢捐予天台。日本では大学や博物館に定年の後標本を残したり、アマチュアの人が博物館に寄付したいと言っても場所にそれに関わる人たちが少ないので不可能です。包括博士论文的金句标本在内，为2009年开始，八田教授已经捐2万多件唐炭标本予中兴大学。2021年，一个和日本的标本收藏家高崎宝龙结电信行共同捐26000多件标本，包括珍贵的鸭、田鸭等等的唐炭。校方伫初十颁发感谢状，一个纪念奖杯。唐炭系学生认为，这寡标本会当帮助到因对物种的研究，嘛会当愈了解到唐炭的世界。昆虫提供我们很多知识不管是包括在医学方面，在我们农作物的耕种方面，所以它的应用面真的非常非常的广。很多国家会在标本出口上采取保守制度或者是自我保护。那以我们现在做，比如讲分类研究的话，如果能看到更多
就是目前比较难取得的地区的样本，那我们会对我们研究更有帮助。校方表示，中兴大学是伫咧1919年日本时代设立，迄当阵号做总督府农林专门学校。伫咧1960年成立全台湾头一个通拖系，接落来因按算伫咧南投校区成立通拖博物馆，收藏8点教授有关的标本，用来教学甲展览。记者综合报道。4月、5月是北欧美陆搬山的季节咯，水电电视台嘛说30台的摄影机透过节目来直播美陆搬山的过程。虽然有时阵几啊点钟画面拢无啥变化。也毋过有专家是认为讲，其实有真平静疗愈的效果，因为真受到欢迎哦。今年嘛已经是第5档直播咯。Moose will continue to migrate north each year, giving an insight into th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live on TV. 逐摆到寒冷含热天要烧完的时阵，北极区的鹿角就会伫草地开始大耍动，因穿过树林含乌，不时互咱一寡想袂到的惊喜。水电电视台沿路是放30台遥控摄影机，甲鹿角一天24点钟每一个行动，完全拢无剪过，互大家看。结果大家是有够爱看，旧年就已經看1200萬點鐘，今年已經是第5年。Sometimes we get very excited when you see 1 or 2 moose, like, oh yeah, moose! Have you seen it? Do you remember? You called me. You're like, oh, yeah, we watched it. It feels so exciting. I don't know why. Yeah. It feels like, because it's not directed, it feels like more real. 制作单位是发现讲，这个大自然的线顶放送的节目，甲网络和社群媒体合起来，已经变做一种次文化。去留言讨论的人嘛足侪。Here we see the discussion about them not swimming. So here, last in the bath is a coward. Now it's just jumping in the water. Oh, they're beautiful. 专家讲，这种红叫做是慢电视的节目，看起来无聊，但拄好是真侪紧张刺激的节目的颠倒变，有另外一种趣味。And I think that it's not only the moose, which is a fascinating animal, but it's the whole concept of sitting, watching, nothing happens for hours and hours. And I think that could be quite healthy for more people than us. 专家认为讲，慢电视是拄好甲现代人欠的迄种慢慢生活的感觉补起来，可能就是伊受欢迎的原因。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来报报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26度。中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29度。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0度。东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6度。外岛地区上低18度，上悬26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